原来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今日阁来研究抗世歌四句联。在日本时代陈清波所编的《抗世了解新歌》，落尾咱目暗念歌的歌声如流星，甲念作人生抗化，会用讲是流传各所在。到即马还阁真侪人咧怀念。咱听抗世歌，咱来家己反省，会反省讲，咱做人就爱做好，唔通做歹。唔则国情特别扣这个四句联的内容，来头一拍咧劝人讲吼，千万唔通讲有钱阁袂晓用。世间一款大富豪，好野家伙规清租，出门衫裤密补，出世世间做钱路。亲像这款真可笑，食都无饱，穿无收，有钱颠倒人捡笑。欠者论寒大唔对，确实有影。人讲吼，若无想要用啊，这是真大代。啊，若有阁袂晓用是上无彩。毋是讲叫你就爱拍开，毋过欠者论寒这也无必要，因为足侪人欠啊欠，欠互下底仔咧好过，讲较歹听，讲连看医生都咧欠，即款的有毋是无。啊，当然四句联在咧甲人劝人讲，你千万都毋通讲无的时阵，安尼贪心，安尼想要抢人劫人。这原来绝对无通好，毋则讲，过来四句联国情阁扣，内底二句讲，劝恁大家就明朗，贪心两字先毋通，政府掠着做真重，掠去奸恶做犯人，在人心肝的志气，善而可解成难移，有的家来扯甲死，不义之财无爱得。咱莫讲做人讲贪心，讲政府会掠去奸恶做犯人。你干那半暝，你安尼枕头贴安那悬，你就困袂去，因为你侵人、占人、欺负人，就干那讲这项，你就对良心袂得过啊！啊，咱若莫贪心，莫共欺负，我甲你保证，暗时半暝半，人来甲你弄问，你拢袂着惊，因为咱着中直直咧做。啊，毋则讲，确实世间有迄款人，讲有诶家来扯甲死，奸人甲讲。不义之财来到伊的眼前，搁较大档的钱，伊都无爱滴，只有做正气的人啦。过来四句联，咱继续来开讲，咧劝人怎样？劝人讲教囝儿是谁的道理？会做兄弟如手足，父母亲情是骨肉。咱人着了是大约，日后才有好结局。另外劝这老兄弟，若有三囝共5年，细汉应当着教示，长大成人犹在伊。确实有影。咱听四句联咧讲厝的有诶三个囝，有三子的啦，啊嘛有共5年吼，你厝的囝儿是谁济少不论啦。毋过细汉应当就爱教示，因为双调忠孝运，细汉你若毋调度，大汉你叫袂行啦。长大成人，但囝儿都已经成年啊，你也着爱犹在伊，互伊去行家己的路。这就是咧教人讲，教囝儿是谁中间的道理啦。